无听你的声。Hello，安尼咧，是安尼，有安尼有好，喂，Hello，有有听着好，嘿，就继续读吼，读是新的这段好。嘿，第1905，宋雅各医生甲医生娘对加拿大来台湾，宋医生迄碟就那看病伫伊个厝。因为迄时要咧学台湾话，该医馆无，该医馆无开，诶，搁1、2年，医馆搁开，患者真侪对死来，有时一日2、3，哦。一日2、300人，吼，足侪好。嘿，地稿应该是第3条，迄个地稿，是地稿，我来记一下，应该是第3条。好，地稿无所在通互避，这个避应该有鼻音吼，是避人店有互避人店。如果医馆去做年，厝那咧歹，干事会就干医事会，医干事会啊，了解，干事会就医定要去新啊，医定了解啊，医定要去新的医院，伫应该是第7条才对吼，伫台北，嗯1912医院起好伫双连，了解。这间医院号做马街医院，这个马街也是要变调马街医院，就是要少年街牧师，是，所以讲迄个应该读做马街医院，也是马街医院。就是该爱变第7条，也是读本条第1项。嗯，我较早看潘老师的讲法吼，就是讲，一开始你若为着要互人理解，你着爱甲断句，互人知影讲这是马街医院吼。但是你若读惯是读，大家拢知影意思啊，就无必要去长对，使直接4字连起来做一个词读，吼，就是马家医院，大家都知影。所以我嘛是认同伊的安尼讲法，就是讲毋通为着我尤其是中华民国教育吼。这是正确答案，大家拢一定要照安尼。所以就去什么演讲比赛啦，你若无照安尼，就扣分。问题是，这都毋是正常生活中的讲法，所以就是安尼。你若感觉你无熟悉这个词，你甲断要紧。嘿，嘛是讲，我是感觉马该医院、病院应该是大家拢真知影有这个医院、这个病院才对，所以讲会使用较熟悉就变调连做伙马该医院。嘿，马家医其实即嘛大家知啦，所以袂晓你着甲变调，应该是大家听。大家知影毋是北京，知影对一间。了解。系啊，嘛知影是医院啦，有时你做伙有大家听无，毋知你讲啥，你知？迄是因为即嘛大家知影马街。敢是就是大家较惯是讲病，病院啦，吼，病院啦，吼。
边缘是诶因为受到日诶，本人影响，叫做边缘。是边缘，嘿，嘿，啊，嗯边缘拢会使啦，就是嗯，反正就是安尼。好好，嘿，好啦，我这段应该拢有吼，拢有拢有较常讲安尼。好，好，真的来拄则看，讲着1915年18年事件，即嘛1910年马街伫诶即个北部即个西方诶即种哦，即种现代化边缘，所以嗯嗯有时嗯，你若咧看迄个台湾历史，你感觉哇，即个落差吼，即个差别太大，你会嘿，哇，一个是现代，一个是前现代。当即边已经你迄个嗯，即边要咧上太空啊，迄边搁咧太低空啦吼，你定下咧看即种，嘿，所以汉人或者是讲支那人所支那文化所代表嘿啊嘿，种龙是是是，哦迄种诶嗯吼，我实在有遐嘿啊，看遐足有趣诶，就是哇，传统文化内底迄种太低空诶物件哦，摕来当要你赢，我有时候感觉这有啥物通好赢？见笑呆摕来安尼赢。OK，好，咱继续讲，继续读啦。我来读一遍。伫1905，宋雅国医生甲医生娘对加拿大嘿，来是是是，台湾，宋医生迄碟就嗯拿看病伫伊诶厝，嗯因为迄时还伫学台湾话，家医馆无开，搁搁一两搁一两年医馆搁嗯开，患者真多，嗯对四方来，有时一日两三百嗯人，直到无所在通互病人踮。因又嗯搁医馆起侪年，厝若得歹，干事会就议定要起嗯新的医院伫台北。1912医院嗯起好伫双连，这间医院合做马街医院，就是要效力该牧师。诶，即嘛台北的马街嗯比医院敢就是伫咧双连咯，我毋知呢，嗯我是咧问你，你敢知？嗯，无我是咧问你，你敢知影？诶，我知呢，我我嘛毋知，嘿啊，我毋知啊，因为讲我之前印象中拢，哪会感觉记得是伫淡水遐，我来查看咧，就咱来查看觅。新竹有一间啦吼，这是新竹迄间是足老尾才开的啦吼。我要看是台北是开伫倒位，中山区敢是伫双连嘿啊，我嘛需要这查，这台东区，这是啥物所好，在？我嘿啊，中山区双连，嗯。这是诶，我无更看到你的香的。画面，哦，你的画面也是册，啊，毋哦，过share screen share 有看到啊？位地是相连去这是坐温江环西路，我看卖等者，这算敢算相连啊？相连是伫倒位，我都不介清楚。前光市场，诶，我也无看，敢是我的网络上慢啊？你嘿，无看到吼？马街边嗯，伫 Google Maps 遮，伫诶，中拄附近的，民生西伊路甲附近看到你的，嘿，嗯，看到我诶，的啥？应该较暗南有一个民对啦，遮应该叫做民相连，你看权叫西路，民诶，权西路，这条应该是中山北路的款，这条是嘿嘿，这条路。对啊，就有一个坐北路有民权西路啊，附近有迄个大诶大店，
大稻田啊，自信有中啊，啊有双连捷有，运的站，双连站、嘿，捷运宾馆双连站，车站，双连站伫遮，嗯，嘿，啊，所以这嘿是，你讲的是这间嘿啊，无毋对啦，应该是无，嘿，是，对，嘿，嘿，应该袂地哦，足大间的，嘿，伊讲的是这间，就有印象中有看过真玩足大，真大间，嘿，我是，这南北向的这条应该是嗯，中山北路，还是这条就是中山北路？我看卖，应该是中山北是嘛吼？中山北路路，对吧？诶，前光市场伫遮嘛，安尼对啦，这山中山北北路，路，嘿啊，嗯，嘿啊，中山北路，对啊，哦，嘿，前光市场啊，这嘿，只是长乐双连教会，双连教会伫遮，啊，这只是马街医嗯，OK，好，嗯所以这间医1912嗯，年起的哈，100多100年，嘿啊，就有历史诶，嘿，嘿，嘿，好，好，咱继续读，嗯，你的声无去，好，继续，好，安尼咁有，安尼听着， ，Hello，嘿，是，好，你讲，我嘿，来感是我有物件是占去我诶，呵，我来看觅我关起咧，安尼敢有较清楚，有，安尼，也是共款，安尼即嘛有听着，清楚，但是不要紧啦，有时啊伊会嘛是嘿，断不要紧，有时会断哦，啊，呵呵。即嘛袂啦，即嘛袂，好，你就继续，嘿，好，继续好。嘿，后一单诶，路程了解路程式诶时，路程式诶时，也是说到第北部40年，迄日有千外人来赴，有请民政长官、英国、美国领事宋医生、介瑞良、甲吴宽如演讲，吴牧师做主理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好，陆清石的时，也是拄说到伫北部40年，迄日有千外人来赴，有请民政长官、英国、美国领事宋医生、介瑞良甲吴宽如演讲，吴牧师做主理。好，后一段吼，你当初的好，民政长官毋知是啥物人，嗯，查者？诶，民政长官迄个民政是一个民政人的名，也长官，是哦，了嘿，解，好，民政长官原来是嘿，安尼，嘿，呃，民政长官啊，这是啥物人啊？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。嗯，哦，这是后来改名叫总务长官，我毋知就哦，1912年1910到1915，这嗯，瑞典加革。哦，伊后来捌做台湾总督啦，所以这个我看这个名就熟。嗯，OK，好，哇，这一大堆我较捌听过的这个吼，嗯米兹嗯诺吼，，no，五都这个新北应该是大家拢知。
这个我嘛捌听过吼。瑞典家境捌做过总督，所以我知。其他的较毋知影。好 ，OK。这段你敢读过啊？后一段嘿新的，嘿，新的一段吼。好，后一段有得到政府好意送一个阮的花间，大家不知欢喜。这段好，这段后壁迄段较长。继续读，继续读。好，继续，好。第1912，宋医生转去。等下，稍等咧吼，1912吼，就是12应该是第7条。所以讲免变调，第7条。好。1912，宋医生转去加拿大医院交托牙医生。医馆伫这几若年的中间，不只有整顿，有加添几若个医学校的出业生来做助手。了解助手。也有西国甲本岛的看护妇，几若人来斗帮战。好，迄个看护妇，我爱来查一下。就是 nurse。原来是安尼讲，看护妇。看护妇，所以讲嘛是查某人吼。日本查某的语嘛，即嘛是个会安尼讲啊，但是可能看护妇。原来是安尼。好，我来记一个好啊。看护，这个词应该是对日本来啦。本来对，是。咱即本人讲是呢，是护嘿是护理。好，我来记一个哦，等我一个。好。好，这是第几页？第53页。好，53页。看护妇。我是进前毋捌，进前毋知影有即个讲法。你毋知啊？嘿啊，毋知看护妇。我看嘛，即嘛日本语敢有个安尼讲，可能无啊啦。我毋知影敢有较其他的讲法。看护妇。我印象中，敢若个是安尼讲到即个讲法看护师。应该是个有啦，即个词应该即嘛直接看到啦。对。直接 Google 看。有看到一个讨论是讲，伫早前会是查某的叫看护妇，查甫的叫看护师。毋过就是为2002年，拢无分男女，拢叫做看护师啊吼。是看护师，师是迄个师，看护师。康哥是，感谢呢，康哥是。好 ，OK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继续。几若人来斗帮战。好，继续吼，继续读。还价。迄个病人叫还价金。伫台语亲像迄个还人，迄个还价，就是有迄个连，感觉是同款的音。
敢是共款的音，啦，是共款的嘿音，但是嘿啊，即嘛，就算现代台语嘛是会人嘛讲还价，无人还价哦，现代嘛是会台语嘛是讲还价，安尼讲哦，还对对对，价，呵呵呵，是还价每日有200人，为着宋医生甲叶医生两人拄着破病，不得已就倒去本国。医院对1918就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到今年应该是腰未，腰应该是 IAU 才对吼，腰未开，真是，可惜。嘿，应该是写这本册的时阵也未开。诶，伊讲的这个医馆是马街迄个医院，也是该医馆。无伊讲的应该就是马街即嘿，个马街哦，马要街医相连的院。一间啊，哦，所以讲伊讲的写这本册的时阵也未开，啊，毋过后来一定固定开啊。嗯，嘿，好好好，安尼了解。好来，我来读这两段吼。好好，有得到政府予以送一个银的花间，大家不知欢喜。伫1912，宋医生转去加拿大医院交托个医生，医馆伫即几若年的中间，不只有整顿，不只有整顿。有加添几若个医学校的出业生来做助手，也有西国甲本岛的看护妇几若人来斗帮助。bless you。患者每日有100-200人，为着宋医生甲叶医生两人，拄着破病，不得已就倒去本国。医院对1918就关起来，到今年也未开，真可惜。OK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页嘿，一段哦，已经是后一回啊，后嘿，一要句嘿，讲另外一项代志啊，嘿，好，啊，继续嘿，读吼。是，早年传教的方法，论早年传教的方法，甲现今虽是无相同。头一摆听到这个讲法的，伊是讲哦，进前拢是听相像，还三是项三嘿项，相像相共相共安尼。头一摆听相同，这敢诶，是八部腔的讲法，应该毋是啦，是对，伊的会使安尼讲啦，三重啊，嘿嘿但是这个三嘿重是，我感嘿。觉是较文言的讲法啦。哦，所以讲你进前敢有伫生活中敢有听过这个讲法？较罕的，相同，较生活罕是啊。中会讲口语讲三相像，相烧像，香，系啊，烧香好，三档特殊嘿，啊，我来记一个好啊，嘿，特殊的讲法，嘿，三档看在书顶敢有收，有呢，有收三嘿，档这个讲法，就是共款的意思。嘿，好，我来记一个54页，笔记伫倒位啊？诶，我笔记伫遮好。伊收的迄个讲法足侪，足侪无共的音，三重、三共、相同，哦，嘛有嘿，相同的讲法，相嘿，共、是，相共，趣味，好好好，继续来吼，嘿，嗯，呃，继续三重，腰骨是小医，小医，这是小医。我来看无，嘿对，系啊，小医来查一个好啦。小医是啥物？毋知，好，来查看来。小医医无这个书，啊，若是医咧，
看嘛，来看找代传志，教效应哦完哦，了解啊，在你大大同书店有，小异，嘿， OK，原来是收伫迄个书内底，好，效应就是嘿，无啥物无共啊，就是效应，小异，我来看我是，大部分拢相像嘛，好，等小可我一下，仔无共我来安尼尔，记一个，是，好，我来记一个，大同小异，大同小异，好。所以讲，即句话，虽是无拄相同，要句是小异，好，安尼了解。迄时大概通讲有用四款的法度。好，这段短你敢要来读一遍？论早年传教的方法，歹势应该是我甲这个标题读一遍。早年传教的方法，论早年传教的方法，甲现今虽是无拄相同，要句是小异。迄时大概通讲有用四款的法度。好，继续来。第一，四过传道理，不论，这敢是爱恩？太薄，是，我就想讲是我记唔对，也是好，应该是恩。好，不论伫路边，还是伫邻家，还是伫邻家，拢无定着的所在啊，了解，无定着的所在。该牧师甲学生常常出外，若读册，若讲道理，甲现今的报道大概相同。这个应该读变调，也是读本调，大概相同，也是大概相同。我咧想应该是大概相同，我会安尼读。大相同，好，大概相同，大概相同，好。这段你敢要读一遍？这是第一。四过传道理，不论伫路边还是伫人家，拢无定着的所在。该牧师甲学生常常出外，若读册，若讲道理，甲现今的报道大概相同。好，继续后一段第二行。我有看过这个，但歹势我就我有看过这个马偕牧师的日记吼，但是我无看了啦，我敢若看一部分啊，小部分啊。啊，所以因迄当阵吼，迄个学生对伊的方式吼，就敢若新约圣经伫写耶稣的学生对伊啊，相款吼，就是是，可能他们生活做伙啊，生活中即个信手拈来，然后就是凊彩拢会使摕来做迄个教材，做教材做迄个传播知识，教即个财物的即个主题就对啦。对天文地理啥逐项教。就厉害。所以讲伊会知影真侪代志，就会晓因为马偕伊本身伊伫咧伊本国伊是大学生神学院，伊其实就知物足侪代志嘛。是。伊个即种西方的知识，其实台湾迄当阵根本你对倒即个因咧较早迄当汉学先生，还是讲迄个儒家迄个老师，根本你都学袂着嘛。所以颠倒是因即寡人上早接触着西方的知识，因迄当阵就足侪，比如讲天文知识，因就
拢有咧教。哦，毋是干那教伊耶稣迄个圣经尔，其实迄当阵教足侪天文知识啦，包括迄当阵，其实迄当阵伫咧即是19世纪吼，因迄当阵上红的即个学问是应该是迄个地质学，嘿嘿，就是地球科学啦，嘿，因定来去爬山啥，拢会什么石头啥，拢会迄个。马甲医师拢会摕来做教材，甲因教。好，还是我是甲我所知的，就甲你分享。哦，安尼真好，真所以你就趣味。知影讲，伊当哪，譬如讲爬山哪行，就哪讲起来食物，讲起樟树啊啥，有无？伊会教一寡食物啦、天文啦、地理啦、地质啦、石头啦，啥有无？伊会教这个啦。真重要的科学知识，嘿，学问。对。啊，我会记得，我毋知伫倒看咧，可能应该是我袂记伫倒看，就是讲马介牧师伊吼，定啦，比如讲去爬山，啊，伊就学落就赞叹，哇，这足水，啊，台湾人迄当倒伊的一寡学生，感觉无兴趣，这有啥物水？就是台湾人袂晓欣赏大自然的迄个美景啊，马介牧师足会晓欣赏，我才听甲伊教讲，你会晓欣赏这大自然的这个美景安尼。啊，真无彩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，好，第2项，嘿，说拜堂，找人伫遐传道理。早时的传道者无亲像现今有机会通读3-4年久，出业应该是出业才去传道理。这个出业也是出业，敢若读本调也是变调，出业才去传道理。应该读本调吼，出业才去传道理。有诶着做几若摆读，有诶读1年，有诶读2年，也是2年，嘿，有诶读2年就出去顶拜，这敢是爱第3条顶拜堂，嘿，顶拜堂传道理是2年久，后来就搁转来读，后来搁出去传道理。转来读，转来读，哦，对，读本调，转来读，后来搁出去传道理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你失败堂，找人伫遐传道理。早时的传道者无亲像现今有机会通读3-4年久，出业才去传道理。有诶着做几若摆读，有诶读1年，有诶读2年，就出去点拜堂传道理1-2年久，后来就搁转来读，后来搁出去传道理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短短好，有时就转来读3-4摆，3-4摆好。这款呢法度，若是现今较无学，毋过伫早时不知学用。学，跟迄个学用敢是爱第8条，就是甲无学甲学用，安尼。就是迄个因为适适合会合袂合迄个合。会合，嘿，所以讲就是会合袂合，会合，若是无合也是会合，应该是第8声。所以讲嘿啊，就这段嘿，这段的上尾迄段应该是第8声，第8条有typo。好，这段短3段，你敢要来读一遍？我来。有时就转来读3-4摆，
即款的法度，若是现今较无合，故伫早时不及合用。我搁想到一项代志，就是迄当阵嘿嘿，我袂记得是伫搭看，应该是原来伫咧日记内底看的，就是马甲牧师摕一份迄个世界地图，嘿，教迄个迄当阵伊会对伊即个台湾学生讲哦，即个世嗯，界是相对即型就对啦。哇，嘿嘿嘿，伊若讲是开眼界，因为是，世界是相对即型的，嘿。嘿，我个会记得有可能有讲起一个嘿嘿，世界地图教伊地理就对了吼。是世界地图，就说嘿，说地球是圆的，毋是嘿，平。对啊对啊，呵呵，主要是因毋知影讲哦，原来这台湾的以外的世界生做啥物款有外看啥，因并无法度通理解。嘿是是，无法度想好。伊拄则好，干嘛？好，继续，继续读，继嘿，续后一段。歹势，第三项好，嘿，说啥物？义二恶，学，义恶，嘿，义恶是啥物款的恶？二学就是易学啦，易学好，易学就是免费的学校安尼啦，原来是迄个义嘿，正义的义，安尼了嘿，解，好对，好，义恶。等一下，歹势，电脑怪怪的，我来改一好，下电脑。好，好势啊，好，嘿，说义恶，义恶，好，教是囡仔读册，174，敢是安尼讲？嘿，一百170。174，好，一嘿，一百七十，般念起来讲啦，会变调，好，嘿，174嘿，有三经义恶，三个先生到190有15经15个先生所以说讲是一经二学一个先生，所以应该是嗯小小的。好，嗯有400个学生，淡薄仔济，嗯，400个学生，15个先生，算起来一个先生甲一间差不多十个、20个就300人嘛，无到30个啊，20几人，是嘿，20几人，嘛是会使嘿，啦，吼。嘿，好，迄时无讲学校，讲学校，讲学校吧，应该是讲学校，我看嘛，讲学校是啥物？讲学校，讲学原来是安尼，好好。嘿，讲为什么即个敢是 typo，也是真正有学校即个音？我感觉可能是太薄，是，学校是 HAK 嘛，嘿啊嘿啊，应该是 typo。好，我来记一个，应该是 HAK 第八条。嗯。嘿，讲学校就讲会通。好，迄时无讲学校，干啥物咧？我来看卖后一页， 55页，我来现册早时诶传教士，迄个传教士拢嘛是伫清国是迄个有辫子头，台语毋知影要安怎讲，边啊，应该是边啊。我是我我边啊？我就还咧听人讲，但是我不早个应该是边。是边啊？好好好，好，来好，早姐，因为太含咧讲哦，了，系啊系啊，好来看卖。嗯，门尾头鬃尾，边啊，边啦吼，有边啊，边啊，即个讲法，边啊啦，歹势我嘛读毋对吼，边啊，边啊，嘿，对，第7条，边嘛，好，边吼。好，但是毋是伊即马这边啊，是讲迄个梳啊吼，头嗯，拍甲头鬃拔边啊，叫做边头鬃，这是边头，这是动词。
迄当阵即个辫子要安怎叫啊？我都毋知吼。边头脏尔，无边啊，边啊是讲梳啊哩，好啊，好。所以迄个头辫子到底是要安怎讲，我嘛毋知。我则用华语直接去找台语找华语，伊会讲是有一个讲法叫门尾，也是头鬃尾，头鬃尾哦迄款的嘿，OK， ，pigtail 头鬃尾。门尾，嗯头鬃尾嗯， ，OK，好，头鬃尾，头鬃尾，好。头鬃尾。嗯，好。或者等下，嘿，歹势你要看图，无咱先来看图啦吼。也无时间太早长。时的传教士，嘿，嘿，这第一张图，这是什么？嘿，早时的传教士嘛，吼，你讲因都有头鬃尾佫留伫的嘛，吼。早期看起来拢当时啊，吼，早期应该是你看伊拄则讲的即个医馆是1910年，吼，啊，诶，我已经袂记啊，应该是我想想早着期应该是一个代， 1895年，应该895年所以讲进前，你知无？就是敢日本人是伫来进前。日本系啊？敢是就想问讲，伫日本时代台湾人敢佫有咧留迄个头鬃尾？头鬃有尾有有啊，拢所以讲即嘛一直是有可能是一直嘿，一直留到1910年、1912年的时阵，哼，啊，迄当时已经叫到几年？1895、199511年啊嘛，吼，到嘿，到1911，差不多16、17年，要到20年。哦，日所以本人讲即个是嘿，用阮台湾人留即个头鬃尾，一直留到要到20年，17、18年啦，才开始讲袂使留，爱剪掉。嘿，所以讲即个时阵嘛是有可能已经是日本时代的代志，1901年啊，迄当阵。因这早期吼传道书，你若看马盖博士来传教的时阵，其实是伫日本人以前啦，100毋知偌侪年嘛，所以早期毋知偌早咱毋知啦，185进哦，前，就可能去当中佫清国。就可能有啊， 185以后当然嘛是伫日本时代啊，所以这我毋知啦，拢有可能。拢有可能啦。但是你看伊头鬃尾。并无表示讲，迄当阵都毋是日本时代吼，日本时代已经佫用阮台湾人佫留头鬃尾留要到17、继续留下呢。对。所以后来这差不多1912年的时阵，应该才开始设一个运动，毋是啊，民间先开始，民间先办一个运动，叫做什么？棒球，我啥物记诶？什么？短滑棒就短滑棒球短滑棒球就是棒骹剪即个头毛，所以日本人在趁即个势。其实日本人早就一直咧宣导，早就想要用，但是伊敢若用宣导诶，就是敢若宣传尔，伊无强迫啦，就是宣导讲查某囡仔莫甲拔骹，大部分人即个头鬃尾尽量莫留安尼。大家无爱休兰伊嘛，大家想讲我是汉人啊，我无要含你日本。其实咯，你看了，即个人根本读都歹去。你留头鬃尾，你根本毋是汉人，你叫做清国人，你是无怪日本人就气诶，叫因讲清国佬，就是安尼叫。就是恁就是这是原族诶人，在你留头鬃尾，就是中国东北迄边，迄当毋是个就是伫咧即个满洲国迄边诶。迄歌迄当对汉人来讲是野蛮人，在你留头鬃尾。系啊，所以即歌读甲，头壳歹人毋是迄当中歹啊，我感觉台湾人甲即嘛读甲佫是歹去吼，佫无啥正常吼。OK，所以因着无爱剪嘛吼，一直到一直无爱加，一直到迄当阵已经经过17、18年啊。民间才开始家己咧杀即个运动，讲查某囡仔莫拔骹
头长尾来卖老安尼。嘿嘿日本人都好开始恁开始要用啊，我就开始强，迄当中就强制嘿嘿之前讲，恁若无剪袂使，一定要剪，要无剪要发就对啦。所以迄当中是，就开始剪，开始加。嘿但是伊嘛毋是讲专家，伊讲你若有特别的原因啊，靠什么老大人啥迄特别原因呢？好，会当允准你继续留安尼，但是大部分拢加。印象我数字我无啥会记啊，我印象中是安尼，差不多是一半的人去留到迄当阵，哦，嗯，就是让大部分人有留头长尾，可能10个内嘿底，佫有4、5个佫伫留，一直到19几年安尼，才迄当阵才规个剪掉，但是伊嘛嘿毋是做一个啦。我上尾佫那个看到19毋知偌济，后即老尾年啊，佫有人头长佫留伫诶吼。但是我拄则讲诶，就是有一寡特别情形，伊允准你佫继续留安尼。你若去，我后来去看即个，嗯，迄出电影叫做好现的电影，我即下叫做袂记什么戏梦人生吼，希望人生。嘿，你看即出电影一开始就咧讲即个，迄当阵日本刑事招即个船长，迄当阵叫啥？就是毋是家长啊，是啥叫做啥？就是人敢若一村一村一里的即个里长、船长。刑事甲船长去厝诶，一间去拜访甲即个，迄当阵即是李天禄因兜，迄当阵李天禄因老爸，因阿公甲因老爸啦吼，当然故事一开始是因阿公甲因老爸吼，迄当李天禄佫囡仔屁吼，因刑事甲即个保证去因兜吼，要分戏票，哦，恁迄个。要请恁去看戏吼，大家拢做，伊即句话，电影我袂记电影有讲无啦。伊迄当阵安尼讲，大家拢知影意思啦，就是要请你去看戏，伫咧看戏时阵呢，大家拢坐一排坐伫遐嘛吼，坐规排坐伫遐嘛，就甲迄个头章，头章就加掉哈，加掉，因为你看戏等你欢喜，等你看等你欢喜，入迷。看恁无主。对，所以等讲看入迷，看戏就是加头毛安尼。对，毋是要请恁看戏，意思要去招恁去，要去甲恁个头毛剪掉啦吼。就是趁你看戏，看入迷的时阵，甲你剪，你较袂反抗嘛，你才袂心内迄个反抗迄心理较袂遐重嘛。所以日本人你看，日本人用尽心机，你统治台湾。是啊，你手法就有路就对啦。系啊，嘛是真巧。达成迄个，我想办法讲，我安怎甲恁加头毛，恁才袂大家起来做来反抗安尼嘿对。但是你电影内底看就是讲，李天禄因老爸的个性吼，就较歹，就是较要安怎讲的，若敢若迄个迄当演因老爸，即个是什么人，或什么正男？蔡正南，敢是蔡正南演的吼。因阿公是迄个叫做雷什么，或者一时还是袂记得是一个老台湾演员吼。演因阿公，因阿公就是较个性较温和，因老爸蔡正南就是蔡正南迄种个性，就粗鲁的，就迄个，就歹就对啦。刑事保证来伊。因阿公伫老家咧，就是休话讲，无咪无人啊，迄个好大人来啦吼，要请你要分戏票，要看戏安尼。蔡正南伫咧楼顶就休落来，就话讲，毋免啦，他们我家己会去加啦，对啦，毋免看戏安尼。人家就歹。真正话意思是讲，恁爸袂爽，互恁加头毛，要教我家己来加安尼就对啦。就是迄种，当阵迄种反抗汉人反抗心理的一种表现。是，所以你若看迄出电影，伫即个照较有影，我迄个断发放逐这4字吼，哇，我实在有够印象有够深诶。讲伫咧迄个时代，要甲即个台湾人嘅头长尾要甲加掉，就是都有即个，就是即种情形啊，吼。即种历史无讲，大家毋知啦。理解就会当
知影讲台湾人迄种，我一直认为讲，咱真正咱台湾人爱反省，爱透过即种代志来反省，到底即种想法、即种做法对啊毋对？嘿，是，譬如讲，嘿啊，迄当阵，台湾人无见去读即个日本册，所以迄当阵因去拢互因去读汉学啊。但是你嘿，想看觅啊，去读日本册其实是，咱莫讲吼，伊当然伊有即个市民教育的目的吼，但是呢，伊是日本人，你知因西化足早，所以因伫咧学校现代学校的教育教的是啥物？是天文地理、算术，甚至外文、英文吼。嗯，啊，音乐到真正是大风琴教你哆来咪发嗦呢。嗯，啊，你反抗即种教育，接受即种教育方向，你去继续踮遐零基础成本线，大家谈什么《弟子规》，当然迄当中无啥物《弟子规》啦。我调讲《弟子规》，嘿啊，嘿啊，我即嘛，弟子规即嘛是台汉代湾人，才有诶，即嘛台嘿，湾人在讲，我啥物囡仔可去背《弟子规》，我即哦，个这个白痴，戆主题，嘿啊，你去读个是啊，有啥物路用啊？我真正根本就是感觉，愚嘿啊。民教育，嘿啊，对，就是讲到莫讲迄当较深啊，台湾人佫一寡戆主题，就是我想无即寡人，你去背什么《弟子规》有啥物路用啊？迄寡你摕来看，感觉夭寿啊！你教即种思想，互囡仔敢好？所以，啊是，就透过安尼历史啊，安尼会当来哎反省，讲呀吼，到底咱台湾人应该安怎？是安怎行吼？行出迄种，互人一知你市民搁市民搁市民迄种，市民无一定是毋对啊，市民有时啊，你本身你着戆囝弟，你欠人市民啊，你欠人甲你教。好，哎嗯，呦，讲到遮啦吼，哎，对呀，嘿，哎，我现在还在吗？我等一下开会弄完好不好？嗯，嘿，嗯，好啦，咱到遮嘿，张图看好，书，伊后壁搁两张图，咱后回再来看。好，今日好，就先，我看好，来前到遮啦哈。倒几页是到到咱今仔算头家这五十54页啦，四页，好好，嘿，54页拄好读煞安尼吼，啊，咱后回再过来读。好，好，这讲话好，你也啊就，袂真啦，吼，伊直接拄好读这对啊，历史的吼，我实在是心内足侪感触。好，好，嘿，安尼到遮好，吼，多好，谢，到后礼好拜继续，晚好，安，嘿，多谢，好，晚安。嘿。
个电锅啊，电锅你也去看。
Discovery Channel. Or channel divide. Yeah. Beautiful problem.